如果你今日睇到呢條視頻咧，即係話你已經知道點樣轉運啦。今日想講下三大漏財現象啊！如果你屋企或者辦公室有以下呢三個現象咧，咁你可能咧好快咧就會做一個蝕本生意啦，或者你有一筆好大嘅錢要使喎。咁第一個咧就係漏水啦。如果你屋企或者你辦公室咧個水龍頭漏水啦、水管滲水啦，甚至乎牆身滲水，呢啲都係一啲漏水嘅現象，亦都係一個漏財嘅現象啦。咁如果你唔盡快處理好咧，咁嚟緊咧就可能真係會破大財啦。咁希望咧，如果你真係有呢啲咁嘅現象咧，盡快要修理好佢。第二個漏財嘅現象咧，就係大風啦。咁即係如果你間屋或者你嘅辦公室咧，長期都好大風嘅，開少少窗都好大風嘅，又或者你夾硬去開個風扇吹到成個辦公室都好大風，亦都係唔聚財，因為我哋要藏風聚氣。一個好嘅風水咧，就係要藏風聚氣啦。咁啊，不能長期咧都係好大風嘅，尤其是你開晒全間屋或者全個寫字樓嘅窗。令到成間房或者嗰個室內嘅環境都係非常之大風咧，咁咧就特別咧就容易漏財嘅。咁所以一般嘅辦公室嚟都係會封密晒、閂晒所有窗，係因為就要藏風聚氣，就唔會做蝕本生意。咁第三個咧就係財咧就唔會入一啲污糟嘅門口喎。有阻塞嘅門口喎。如果你屋企或者你辦公室嘅大門口咧，係擺咗好多雜物啦、鞋啦，或者貨啦，一般經常都會見到嘅。呢啲屋咧，呢啲門口咧，又係入唔到財，因為財咧係其中一個門口嘅其中一個氣口咧，係財要入嚟嘅。阻塞住個氣唔流通，財就入唔到嚟，入唔到嚟嘅財，即係有出冇入，所以咧就會漏財。